一陣除嘅。點解10間有8間餐廳，每次俾你嗰杯水都一陣除嘅？甚至你仲懷疑，明明係國際餐飲嚟嘅，點解會俾杯生水人飲呢？一杯水從來都唔係成本，係誠意啊！原因係間餐廳根本就冇好好管理過佢啲淨水器，唔係裝舊嘢就叫淨水㗎。一間餐廳一日係可以用到過千公升嘅水，水吧、冰機、湯爐、蒸爐、洗海鮮冚唪唥都要用水，同埋衛生隊一般巡查都只會睇下你有冇貼到期日換濾芯嗰張貼紙嘅啫。所以好多餐廳對於 filter 都係奉行有裝就算嘅理念嘅啫，有啲冰機啊、飲用水啊，甚至淨係裝支 PP 棉就算噶啦。喂，大佬啊，個 filter 冇活性炭，連啲最基本嘅漂水味都過濾唔到啊！西餐廳唔通俾杯水都西生啲咩？商業用嘅淨水同屋企用嘅淨水最大嘅分別就係處理水量，累滿咗個處理水量就等於打柴，就要換噶啦，1年先換一次。喂，因住一杯水廢咗個招牌啊！關注正能量，淨水好拍檔。